21世紀，瞬息萬變，人工智能嘅普及，勢將人類生活帶嚟翻天覆地嘅變化。早已一體化嘅世界，卻喺唔同地方發生不同程度嘅冷戰同埋熱戰，加上天災人禍，造成人口遷移激增，鄉民湧入城市，貧富懸殊兩極化，傳染病嘅極速蔓延，多元、相對同埋單一主義帶嚟多方面嘅矛盾同埋混亂，人嘅心靈仍然嚮往宗教，回教徒同印度教徒嘅增長迅速攀升，每一日都有新興宗教誕生，人嘅心靈仍然渴求出路，盼望永恆。神俾人嘅大使命就係去使萬民作主嘅門徒。環球宣愛協會係要忠於神嘅心意，去將耶穌基督改變生命嘅喜訊傳俾萬族萬民，喺列邦建立基督嘅群體。而耶穌基督喺地上嘅時候，就留下一個愛同埋服侍嘅美好榜樣俾我哋。佢嚟到世界，並唔係要受人嘅服侍，乃係要服侍人。所以環球宣愛協會嘅精神就係要繼往開來，將被遺忘嘅福音帶到被遺忘嘅地方，傳俾被遺忘嘅群體，以愛以誠嚟服侍被遺忘嘅心靈，喺地球村唔同嘅角落，使受傷嘅心靈得安慰、包裹、醫治，沮喪失意嘅得着鼓舞、盼望，孤單無助嘅得着支持、同行，迷失嘅找到真理、方向同埋永恆，讓貧窮嘅人得福音，被擄嘅得釋，困難嘅得看見，受壓制嘅得自由，受傷嘅得醫治，成為主嘅門徒。神盼望每一個教會、每一個信徒都合力參與大使命，可以喺禱告上作出支持，物資金錢嘅奉獻，義工性嘅投入，短期服侍嘅參與，甚至係獻上一生，成為一個服侍無疆界嘅大使命信徒。